歡迎嚟到太醫館，我係吳凱勤醫師。根據糖尿聯會資料，全港約有70幾萬人糖尿病患者。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進一步發現，每6位患者中就有1位出現腎功能急劇下降，極易引致腎病綜合症。早期識別與規範治療，對延緩病情、保護腎功能至關重要。吳醫師啊，我成日聽你講久病及腎，又話糖尿病會傷腎，血壓高又會傷腎，連感冒嚴重咗都可能影響咗個腎。點解個腎好似咁脆弱，乜病都關佢事嘅？與其話個腎脆弱，不如話佢責任重大，所以容易孭鑊。腎臟就好似人體嘅污水處理系統，人體每日生產出嚟嘅廢物、食物同埋藥物分解剩嘅垃圾，甚至病咗嗰時嘅病理產物，都要靠過佢過濾同埋排走。一旦呢個污水處理系統出現咗問題，人體嘅血液同埋水質就會出事，所以幾乎所有影響全身嘅疾病都會對腎臟造成負擔。哦，即係個腎係最後防線。咁具體有邊啲常見嘅病會引起腎病啊？大致可以分為6大類。第一類代謝性嘅疾病喺香港好常見，例如糖尿病。長期嘅高血糖會令腎小管病變，好似啲糖漿黐住啲濾網咁樣，令到個濾網增厚硬化，最終就係糖尿病腎病。平均嚟講，糖尿控制得唔好，10幾20年就會發展成糖尿病腎病。哇，聽落都好恐怖喎！10年20年就會出現腎病。係㗎，所以一旦發現糖尿問題，就要好積極去控制好個血糖啦。我哋之前都講過，香港人嘅飲食習慣實在太豐富啦，所以大部分嘅糖尿病患者最終都會發展到糖尿病腎病。所以糖尿病亦係香港慢性腎病嘅主因。其次就係血壓問題啦。長期嘅血壓高等於用好高嘅水壓去壓迫個內心，好快就會令到腎小球入面嘅血管傷害同埋纖維化，形成高血壓腎病。高血壓都好多人有啦，咁咪好多人都有腎病嘅風險咯。你諗下都知啦，腎臟長時間受住高嘅壓力，點會唔壞呢？另外，痛風控制得唔好，尿酸鹽會結晶沉澱喺個腎臟。尿酸鹽結晶沉積喺關節都好痛㗎，仲要沉積喺個腎度喎。係啊，當尿酸鹽結晶沉積咗喺個腎臟，就會形成腎結石，塞住個排污系統，慢慢個腎就會出事㗎啦。仲有嘅就係甲狀腺問題，甲狀腺素過高或者過低都會影響個腎臟。甲狀腺過高過低都唔得㗎？咁就梗係啦，甲亢會令到個腎臟長期超負荷過濾工作，甲減會令個腎臟缺血，兩種情況都會傷腎。哦，原來係咁。咁第二類呢，就係免疫系統疾病啦，例如紅斑狼瘡、類風濕關節炎等，呢類病會產生免疫複合物。呢啲物質會好似垃圾咁沉積喺腎小球度，引發持續炎症，令過濾系統直接受損。免疫系統疾病導致嘅腎炎可以發展得好快，1-2年內就可以出現腎損傷。中醫講求治未病，所以識處理嘅醫師早就喺治療原發病嘅時候加入保護腎臟嘅藥物。咁感冒呢，少少嘅疾病會唔會影響到腎㗎？普通感冒唔會，但係如果感冒係嚴重嘅細菌感染或者病毒感染，例如肺炎、乙型肝炎、膀胱炎上訴形成嘅腎盂腎炎，身體會產生大量嘅炎症廢物，全部都要靠個腎臟去到排走。當排毒任務太繁重，腎臟就會做唔切，導致損傷。呢類嘅人士病咗嗰時，醫生尤其叮囑要飲食清淡，就係唔想太濃嘅食物令血液去到濃縮，加重個腎臟嘅負擔。咁心臟病又會唔會影響到個腎呢？心同腎係難兄難弟，關係非常密切。如果心臟衰竭，就會唔夠力泵血，腎臟會缺血，功能即刻下降。如果心肌發生緊塞，好大機會引發繼發性高血壓，衝擊腎臟血管。更常見嘅係心腎綜合症，心臟病引發腎病，腎病亦都會導致到貧血、水腫，反過嚟加重心臟負擔，形成一個惡性嘅循環。呢個就體現到中醫講心腎相交嘅理論智慧，心火同埋腎水相互去到協調，先至可以達至健康。我仲聽好多人話食藥都係會傷腎㗎。無論西藥定中藥，都有部分係需要個腎去到代謝，甚至帶有腎毒性。西藥例如某啲抗生素、止痛藥；中藥例如含有馬兜鈴酸嘅關木通，部分含有重金屬嘅藥材。關鍵在於唔係完全唔用，而係要合理應用、定期監測。絕對唔好因為驚傷腎而停用控制緊糖尿病、高血壓呢啲慢性病嘅藥物。唔係嘅話，原發病失控，對腎臟嘅損傷會更加大。
我明白，唔可以因噎廢食。我成日見啲老人家長期食藥，食啲又唔食啲，原來真係好危險。造成腎損傷嘅原因係咪就係得咁多㗎？以上都係簡單總結，其實仲有好多㗎，例如腎結石塞住咗個輸尿管，令到腎臟積水，或者外傷損傷咗個腎，同埋腎腫瘤破壞咗腎臟嘅組織，都係臨床會見到慢性腎病嘅原因。聽完你咁解釋，我完全明白點解乜都關個腎事啦。咁中醫點樣理解同應對呢？中醫將腎睇作水火之臟，佢既要有足夠嘅火，即係腎陽腎氣，去到推動全身機能同埋生長發育，又要有充足嘅水，即係腎陰腎精，去滋潤同埋排泄廢物。一個識得治療腎病嘅醫師，就好似一個太極高手，會同時照顧呢兩個方面。如果只係盲目補火，例如亂咁用人參、鹿肉，可能會令到火上加油，廢物滯留更加嚴重。如果勤力去到利水，例如狂用利尿藥，就會損耗陰液，令到腎臟枯乾。只有將補虛同埋瀉腎，即係補充腎嘅陰陽，清走體內嘅廢物邪氣，兩者完美結合，先至可以達到陰陽調和嘅狀態，真正幫到個腎。哇，真係好博大精深，多謝你任醫師。而家我唔止知道咩病係會傷腎，仲明白咗背後嘅道理同中醫係點樣幫手。唔使客氣，記住了解多啲，識得好好預防，就係保護自己健康嘅第一步。